2026年丙午年對戊己土日主嘅人嚟講呢，係正印同埋偏印嚟嘅。身弱係好事，因為有印呢去幫扶你係打工、老闆、學生，你喺事業同埋學業上邊呢係會有正面嘅影響嘅，容易會有貴人會過嚟幫你渡過難關。八字呢都係要成個盤睇嘅，會有其他嘅變數。你喺之前呢已經有正確嘅價值觀，積落一啲善嘅緣分嘅前提之下呢，今年先會有好嘅事情發生嘅。希望你訂閱我嘅頻道，分享俾朋友，等多啲人知道玄學嘅知識啦。講咗好嘅，要講翻啲小心留意噶啦。今年呢對身強土日主嘅人嚟講呢，八字盤上面呢有見到食神，就會形成呢個偏印奪食，容易會有不幸嘅事情發生。是非官非，身體健康亦都要好好去留意啊。對一啲腹部比較弱嘅人呢，今年呢對土日主嘅人嚟講呢，你哋都會小心，因為行偏印呢亦都會有一啲唔好嘅事情會發生嘅。